那个我刚刚发现是真的可以讲吗？哪部分？我发现腐女也蛮好打发的，这样就 Q 到了，超没礼貌，应该不会恨我吧？我自己身为会看的，我是很好打发啊，真的哦。好。然后我还发现我们感情蛮好的。梁作会哦，不要念你。你不欢喜，我嘛是会使。没办法哎。可以，好拍几可以。哎呦，好啊，两座会，要够连座会啊，做纯滚两座会，我们保持一点距离感，不要粘得太紧。对，不然大家要画图了。那好像可以收割一点流量，也是不错啦。你有放 BGM 吗？我有放没有 BGM 吗？好像没有听到真假的？是我放太小声哦。好，可以大一点。好啊，大。好，总之我今天来蹭3位的流量，我们需要跟大家打招呼吗？好，可以先。好，混一点时间，不是，我怎么把心里话讲出来？君莫晚安，欢迎，恭喜订阅1200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恭喜，耶！然后 Folktair 是这样念吗？你好，应该是初见吧？这是谁的观众啊？我不去。哪一个？是我的观众。你都怎么念他的名字？他叫小冰，大小的小，然后冰块的冰。好，小冰晚安，你好。还有伊库森，你好。怎么没有扳手啊？等我一下。对，我们应该是可以有扳手的熟度了。好，还有，而且我还第3名真的哇！那你知道你有了扳手之后，你会从那个被剔除，你就没办法获得前3名。原来如此，好像是这样。可是我还有显示，还会有的样子。你们可以在后面的名次好，我没有很懂它的运作方式。我也不懂。好，伊藤绿茶晚安，雷华晚安，伊里乐山晚安。我都叫双比较对哈。用光华帝跟作为北冠军，怪怪的哦。爱泽刺青音乐晚安，离屋4名的猫猫卡在宇宙无敌天使美少女晚安。还有我只攻略厉害吧？最近在练快嘴啦，昨天唱那个红灯笑脸听有点绕口。对，我没听，我已经来听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怕怕晚安，怕怕是你们的观众吗？不是 ，Not mine。好，欢迎。等一下，谁的观众也不重要，都大家的。我们要变得来就是大家的观众啦。融合朋友。你的观众就是我的观众。我的观众就是大家的观众。我没有胖虎，没有胖虎吗？没有胖虎，大家共享。我们这边有点红，开始变得有点红色。红色吗？好。算了，这不是今天主题。冷静。对，要冷静，不能太那个。对，我们平常都乱讲话习惯了。对，我抱歉，我会踩刹车。申办晚安，君临硕晚安，你们好。哎呀 ，Hello，耶。那等一下大家如果有想问的问题，都可以直接在聊天室问哦。我们今天可以比较及时的来捡大家的留言。对，比如说伊里有没有穿裤子之类的，可以问哦。你要回答吗？问了不一定要回答你很想回答哦。我只能很负责任的说，我不知道。什么你不知道？不知道有没有穿？情况怎样？我有听到，不过也有被回。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吗？可以啊。你们还记得吗？考你们。就很突然在共结。我蛮想知道，在你们的那个叫什么 point of view， 你们的视角看起来是什么感觉？我们啥款的感觉？你是讲一摆合作是啥款的感觉？对啊，就是我邀请你们的过程，你们
你们感觉是，你们可以描述一下吗？我会觉得赞啊！哇，有人不见了，我不可以啊，我不可以啊，哇，完了，哇，小蛋，好，继续讲，我哪有？你现在搁伫家，要爬豆，我觉得我先来分享看看好了。我觉得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先看到妥哲在 Discord 那边贴了，然后就觉得，我就想说有看到，然后觉得好像很有趣，我就觉得就直接先发声说，如果需要帮忙可以找我这样。哦，那我补充说明一下，你怎么也不见了？我也断掉了。是网络的问题吗？所以现在只剩我们2个，他们声音还在啦。完了，你们是红字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Why？还是我们网络有点遇到什么障碍啊？所以我的网络没有障碍。对，你的网络比较厉害哦。完了，那个电信业者可以来业配。网络被吹走了吗？不然我们要紧急换跳吗？小蛋姐，我个试看买哦。先试看买，那不要多加来。马人都去看买。好，那我需要先退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，可以留着。不用。好。对，补充说明就是我们有一个神奇的 Discord， 会有我跟我的快乐伙伴。对，我想就是其实也没有不能跟大家说啦，就是好像蛮唐突的，就是我会把我知道对台语比较有兴趣的人，或是有研究的人抓在一起，然后我想要做相关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在那边邀联动。没错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回来了。对，我刷回来了。拍谁，哎呦！我应该一下就好。王公可能是宏泰的英雄，我想也是。欢迎回来。哇，没连这会，不要紧。很在意有没有连在一起？没有啦，观众应该比我在意。对，好，已经不是小秘密。不过做到最后发现，这个游戏也没有特别跟台湾有很直接的关系，但是有一点小关系啦。对，有一点啊，我尽量把里面塞台文。真的，这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。如果你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细节，可以。好啊，那换下一位的感想。陆山，你觉得呢？你感觉安怎？用点点我会惊呢。比如讲我做无礼貌啊，还是做假？哎呦！但是我就感觉跟你平常时招阮去联动的感觉差不多诶。因为你伫内底发声讲要参加的举手加一，安尼我就应。对，就来啊。都差不多，因为我拢是先着啥的真紧就想要做。对，我讲我是什么行动力的化身。对，行动力。对，我就是很急啦，所以想到什么就马上问说，要不要？然后就安尼袂歹啊。来无影去无踪，来去去通。哇！其实咧画图的时阵，定有一寡问题是咧画图的时阵才会发现的啦。迄个时阵讨论嘛，迄个感觉我嘛感觉袂歹，大家拢好讲话啦，好巧的啦，好巧的啦，做写啊，唔免出来巧啦。所以咱嘛也是出来瞧一个宵夜，食一个点心，安尼嘛使啊，对吧？算你拢安尼哦，那是网络顶面瞧无好势，你就要招人来出来瞧。无啦。来试一哦。我想要问插头人红蒸的时阵敢会疼？你敢好？哎呦，嘛是会疼呀，感觉会疼啊，心内无爽快，心内疼，艰苦。好，那其实伊克森是后来才加入的。对，就是跟前2位比起来，就是
也应该不止前2位，就是跟火蛇比起来，我也是很有行动力的。对，的确，他就有高妹。对，我一开始是看到那个创作果酱的活动，然后我就很开心的点进去，然后他就说有3个组别，第一个组别是游戏组，第二个组别是画图组、绘画组，第3个组别是直播组。然后我就看一看，就想说啊，完蛋了，没有音乐组然后我就想说，难道就不能参加了吗？结果我就赶快去看有谁有参加的。然后就看到，火蛇搞不好有参加哦，赶快私讯那个，Hello， 你有没有参加那个果酱？然后火蛇就说，哦，有啊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不然我跟你一组好了。赞我可以问万中选一，那个搞不好有参加，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想法的？因为火蛇，我印象中他好像会写程式，就是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，就好像他有讲过。哦，真的哦。请问伊利、六刷，你们都有这个印象吗？我记得你会用 Unity 啊。啊，我讲过，我真的讲过。然后你不是有在直播开过吗？对啊。我直播是开那个 RPG Maker， 但我可能有讲到，哦，应该是啦。哦，应该是。也要用 Unity 的话，会记啊。有人说像学校分组。所以小天是那个最后被剩下来那个，赶快去找别人。前几堂课刚好请假啦，然后快点找队友的感觉，绝对不是挑剩下，是前面刚好请假，没有到这么难过。而且虽然那个我们没有在什么学长学弟制，但是你算前辈吧？我们应该都要叫你前辈。大先輩就是有点久远的存在这样子。听起来很不好啊。哦，对，我真正感觉这摆迄音乐加落真正是规个感觉落来啊。就是爱有迄个气氛吼。系啊，好厉害。我连音乐上重要。你像卡手听做咩？人家都美，超快。那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开始合作的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还蛮突然的啦，就是突然来做什么吧，然后好，然后就开始。我平常都这样虐待他们，没错。我们在开始播之前，伊利，你不是说你很喜欢被强迫吗？哎呦！你是以为白叫个看个老会呢？什么意思？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因为唔白因为看个老会啊。这我没听过。哇，你最近真正就厉害哦！手机会做这呢？加减然后解释一下，就是刚刚在说那个伊里被强迫学语言，学得很开心，对，不是其他东西。对，有点小插曲，但就是我也喜欢学语言，然后但是环境也迫使我必须要学那一门语言，我就痛苦并快乐着。好，总之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合作的。我们那时候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吗？感觉因为时间其实蛮赶的嘛，就是他只有1个月可以做。对，所以我也想说1个月有办法吗？真的。我迄时阵看到你讲，要画什么，我是讲干画了。想做这。我是讲干画了，结果好加载。好加载，要个时间要个有够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当初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好像1个礼拜，还是反正就剩下很少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往上就是那个群组往上拉，我就发现哇，大家的图也画太多吧，怎么在那么短时间画出那么多图了？我真正我就惊会落高，我就用会解 Excel， 我有迄条好爱什么安尼。
有迄大头啊，真正看较有。嘿，对，可能大家较无迄个做 game 的经验，唔可以当甲大家分享的是，那些素材就是要列一个表，不然真的会绕高起，就是可能会遗漏。对，因为我较袂晓用 Excel， 所以我的迄个表就较简单啦，是加在有落山有到整理。就多了很多按钮可以按，就是有上传的就可以按，然后看了没问题就可以按，很方便。对。我突然很想看我们有几张图，我来看一下，还蛮多的呢，50-60张哎。我这些物件很多，有好像不止50-60哦。哇，我们可能有70-80块100张。哎呀，哇，这么多，因为蛮多差分的。对，有很多差分。对，一个想法我画足济，迄种。我都虐待他们，因为像那个有其中一个，我放图好了，就是有其中一个黑色箱子嘛，我开一下，就是大家如果有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可能就会对，我们要贴那个游戏的连接上来吗？还是我有把它钉选起来，大家可以去钉选的留言那边下载。大家记得可以边玩边听。没错，我还有开一个调查，有一半的人没有玩，但有一半的人玩了。我玩的可是卡在很前面的地方，卡关了吗？这就是灰机爱好个哦，其实是灰机爱 game 特嘞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就是因为我也没做什么新手教学。就是让大家一个探索摸索。是啊，问就是故意的，问就是自己的问题找方法解决。好凶哦，爱欺负人啦，爱欺负人啦！我 Discord 内底你使去遐讨论。刚有所在拢会含大家来点一个。对。之前我有观众有伫 Discord 的迄个。开杠的所在就是直接开迄个放送，就直接开直播来玩，也不错。袂歹啊，袂歹，这样7块没。刚说这个盒子嘛，大家如果有解开这个盒子的话，它也蛮多层的。就是它最外层是一个黑盒子，然后它里面还装了一个灰。我只解开第一层。你有看到这个？你有看到这个绿色盒子？有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哇，太可惜！那我来剧透，它里面还有这个伊里色的盒子。对，同时也是一个什么颜色？是伊里色的。对啊，我感觉应该是有变过吼。因为一开始咧讨论的时阵，伊个神要未加入，所以迄阵就敢若放咱三个色。不要紧，色应该嘛拄好吼。还好。欧鸟嘛。欧鸟。紫色的欧鸟。哇！你想大尾，你是最外面那一层，有道理。对，最大箱。就是欧鸟的意思。对。然后在里面也还有，就是有挖一个洞的落山颜色，我没有针对落山。这色是后壁这个讨论的。对。一开始无讲爱什么色。是的，不会啊。对，但是我们那时候为了讲求效率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我就先把那个谜题就是赶快想一想，然后列了一个表。但是那之后就是我们花了是1个下午吗？好像反正就是1天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讨论。对，然后主要就是落山会看我写出来的东西，人类看不看得懂。虽然我们都不是人类。哇，我们在场没有人类。对耶，哎呦，真的耶。我们有需要自我介绍吗？虽然已经开始20分钟了。对呀，我们没有。太熟了，直接忘记。不然我们从左到右好了，一力欠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利，我是平常在 YouTube 开，然后最近会在 Twitch 一起双重开的
遗珠优惠化了，然后平常都是打电动。那完了，我不知道，太突然，反而不知道讲什么。抱歉，我是唐突系 VTuber。真的还蛮唐突的啊！最近的兴趣是跟火蛇那个做营业 CP， 谢谢大家。这是你的兴趣哦，所以你很享受是不是？哎呦，这还蛮享受的。好哦，哎呦，让大家开心，我们也开心。好，有没有可能我是强颜欢笑？没有啦。没有。那一列伤心呢，我俩没有考出来。哎呀，搞不好有人爱看。好，没事，我们还是正常点。只是先继续。好，大家我是灰记列网络喝醋逼，我是火蛇一个宝箱怪。宝箱怪的部分不是很重要，就是我还蛮爱喝咖啡，那也不是很重要。总之就是这样，我都乱讲话啦。最近的兴趣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还有跟伊里 CP 音乐。我发现腐女蛮好打发的，打发的很开心，这样子。实在是比蛋白更好打发哟。谢谢。蛋白蛮难的，我打不蛋白打发要花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蛮难的吧？很难很累，而且条件也很严苛，真的救命。要 CP 营业的条件就没有很严苛，随便讲一下。面皮较高的无啥物问题。也是。不要跟我爱看啦。我嘛爱看，连我自己拢嘛爱看。好，那我们请陆山来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陆山，我是一只伫咧都市生活上久的布袋戏翁啊。最近咧学台语啦，大家当来跟我讲台语。我讲一当啊，两当前你嘛讲你咧学台语，最近咧学台语。哦，今麦咧学台语。我看到啊，放弃啊。对啊，一定学的啊。一定啊。确实。要爱讲今麦咧学台语，不是最近啊，已经学一阵嘛。好，那我们请 Ikusen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安，我是 Ikusen， 也可以叫我小千。然后我平常的直播都在打麻将，对。可是最近比较认真在写歌，还有做影片，请多多指教。耶。你最近好像也发生蛮多事嘛？最近 2.0。对啊，就是一个非常的突然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非常的好看，精致少女。对，对我刚刚就是想到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精致少女女孩，精致女孩还要卷舌，一定要，爱安内哦，我们常用啊，我难得不得用这俗啊。对，我想到我还有一个兴趣是偷大家的口头禅，我把都刷的一定爱安内哦偷来了。我跟我电台在讲，一定爱安内哦。就是我跟伊里又在乱营业的时候，你就会说爱安内哦，或者我又乱讲很没礼貌的话的时候。你刚刚也是在 Q 我小型啊，可以用。你有偷你的什么？我想不起来。确实，会有什么堂客头突然问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自己问我自己。我有偷摕会记，来，我有偷摕阿黑，我拢讲我不读册。哦，我不读册对。你讲真是，我拢摕阿黑，我拢无读册。好像是哦，我好像会讲哦。对啊，该讲的话，该拢无感觉。对，这个叫崩关价轻哦，登局价白。应该是这样讲。好，我想到Ikusen最近是不是有在接音乐委托啊？对啊，就是我现在在挑战1个月靠做音乐赚到台币1万元，耶！在挑战中还没赚到，所以先提早业一下。赚够多的话，会把原本的工作辞掉吗？还是这不能问？应该也不会辞掉，因为我觉得要赚到我现在工
这个金额太困难了，我还是好好工作吧。猫也要工作太难过了，世间万物大家都要工作。对啊，没错，4个明明都不是人啊，都要工作是怎样？谢谢人类发明了工作，谢谢工业革命，谢谢工业革命。好啦，那好，我们自我介绍完了，太棒了，耶！那我们要来看图片的细节嘛，一张一张看哦。可以，大家也可以问问题啦，比如说卡关，或是在哪里卡住了啊，还是对哪一个东西有兴趣啊之类的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也不知道照什么顺序我们来看那个好了。我觉得伊里的图塞了很多很好笑的，我很抱歉，我在里面塞一堆有的没有的台语笑话，真的超多。对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一开始说那个我设计那个谜题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图片清单，但是我的图片清单的内容都蛮简单的，没有要求这些。发挥都是我们自己发挥比较多。对，但是我就有写说，就是有什么想塞的都可以欢迎，所以就有了一些很好笑。对，我塞一堆鬼东西进去了。你要不要自己介绍？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得懂台文，但是如果你看得懂台文，你就可以 get 到伊里的很多笑话。Yeah， 对。然后第一个我就想说，现在画面是钥匙嘛，钥匙好像很少有汉字，就是很少有，通常都是英文在上面。我就想说，收起 key， 哈杯冷 key， 就是哈杯冷 key 啊，哈杯冷 key 是布袋戏一个角色，定定空空戆戆啊，而且嘛是两气喙气发伫外口，那会迄 OK， 就是一个空空戆戆啊，淡薄仔有趣味的角色，我就想讲有气呢，伊嘛是气呢，直接囥做会好啊，变两气。你算抽角是吧？算丑角那样。就是搞笑。所以是抽角无错，无对。是。我们也是哦。我还有鼻子哦。你还有鼻子？还有别的？我有鼻子跟假发。哈边冷气没有鼻子啊？不是小丑鼻子哦，好。小丑鼻子。角色名称怎么写？汉字。冷气哦，汉字好像不太一定诶。对啊，比较常看到的好像是哈麦。对，冷气的是哈麦粮食。冷气比较确定。对，就因为真正是冷气、水气的变成也做啥？结束。所以伊的冷气较定只，应该较知影，较确定是啥物字安尼。哈贝就是音对就可以了。哈贝因为嘛是声的迄种感觉，嘛无确定的字伫咧内底。因为刚刚是会定定讲哈贝还是啥物，我煞袂记。我唔知影，其实。我想讲你是布袋戏人啊呢。我无看啦，我无看啦。那不是你的族人吗？我是讲。应该是共型的，可能不是迄出的，可以嘛？有咱布袋戏嘛，有加这出，冇加这公司，确实是知影，但是故事就无啥熟悉啊。好，那还有很多，第一个，还有很多，真的很多，对啊，所有那个脑袋开的洞都放在这一次的，这次，我想开一点。我也好喜欢，那么宠爱，因为伊讲爱一个卡，我想讲，卡就存这尔，我比较人卡认真。你之前有听过这首吗？是没有听过，可是我刚刚笑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旁边的披萨发生。那也是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。我觉得那个蛮好笑，那个我没想到你还可以披萨。就是有塞两个 punch 在里面啊，2个 punch 在里面。就是我比帮卡眼睛是那个台语歌手阿基拉的歌，
他是写他的心境，然后就老歌吧，还蛮老的，至少20年。把人卡怕扁啦。对，好像有听过，突然有想到的感觉。我知道是老歌，可能会有一个画面出现，是吗？感觉好像有。这个可能观众朋友的爸爸妈妈也会知道啦。对。我很高兴我经历过那个年代。你没有在？我讲在电视应该加减会听过。应该有听，因为在我以前的电视节目，伊常常嘛伫顶头演唱迄条歌。有人甲第三句拍出来。哎嘛，知影呀？对，是知影呀。为什么比别人卡牌面？没错。偷跟你们介绍，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自己有听过都不会承认，都会说是爸爸妈妈听过，所以我也不承认。对，哎呦，嘿啦，我是阮爸妈听过啦。我已经无讲话少年啦。你也在做大家的爸爸妈妈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唔知，唔知，那我讲，卖包罗点亲戚啦。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特别好分享的，就是螺丝起子的部分好像还好。螺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只是我参考图，然后我觉得5角跟6角画的很丑，我的头画的有点歪，我抱歉。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谢谢。算童趣吗？就是小朋友的笔触。对，这讲的怪怪的，就是没关系。我的画工本来就没有到，我就是画开心的。我觉得蛮适合做游戏的，就不一定要很写实。OK。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乱试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我应该要加一点文字说明的。我抱歉，把它画很歪。因为伊甲平常时看到落来把声甲无共吼。对。系啊，因为伊个有一个爱倒起来的。这个头。嘿，一个头。还倒落去，到最该穿一点，可不是？太爱唱这首。对然后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它这个可以跟那个5角跟6角的组合，但组合起来是同一张图对。然后跟各位分享，我这边有偷懒。我其实就只放组合后，我就只放一张图，而且我是真的把那个2张图拼在一起。真的把2张图拼在一起。我是真的直接拼在一起，想说应该可以吧，我自己都有稍微对过，然后想说死马当活马医试一下看看，拼在一起了，可以，然后我再把那个多余的细节擦掉，他成功了。原来他要组合，好聪明。对，他其实要组合的。我以为它是一根可以直接这样用手锁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一直试不出来。还行，吹的那个头。对，爱情吹着头。对聊天室也有说，问题是因为平常不会用到这些工具对，其实我嘛平常时还在看这种会当换爱倒起来落来吧。我来把虽然讲会当换头，不过甲这型的无啥相像。伊就真正是一支迄落多一款螺丝头拢会使换安尼。那这个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那个需求表里面写这种东西呢？因为我真的有用过这种东西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其实也有用过，这个我也用过，但它的施力点有点难施力，我就选择我自己买一组好了。对啊，还蛮难用的。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咖啡厅打工的时候，有一个机器需要拆，然后要拆的时候都要组合，这个很麻烦。对，所以我就从生活中找灵感。如果大家想要做游戏，可以试试看哦。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开的站都很生活化。对啊，我就想说无微不微，就是想到什么就丢进来。我们这样会剧透吗？如果我们真的讲一下这个谜题是，不然我们不要讲谜题怎么解好了。我们就公道就好，公道就好。哇，那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3色软糖？我超爱吃的，过年的时候都会有。
反而不太行。我发现，我不是要盖黑笔，因为我也是。真的假的？特别的，只有我喜欢吃。对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那个进贡一堆这种3色软糖给小千，还不爱吃的都寄给他。对，不是，好过分。对，在那。而且我吃的时候都会先吃红色或绿色那一边，然后把它咬掉以后再吃最后白色的地方，就变得像 Oreo 一样。你黑米刚有差。我觉得口感有点不一样，那个外面红色跟绿色的地方比较软，然后白色有稍微 Q 一点啊，对呢，应该是。我想久无食，我唔知影。我给大家，你口感够黑味，我袂看见。我嘛是小可会惊。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这个糖果了。可能可能。今麦囡仔无介意食这种传统的呀。以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，现在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才有。我记得那个连锁的超市、大卖场有，在过年的时候。有看到过。再不然就真的是要到那种很乡下吗？比较乡下一点点的那种点心店。就是一桶一桶的那个糖果饼干拿出来在外面摆的那一种，就是那种散装的比较会有看到。对，没错，在那边会有。你们那边的菜市场不会有这种散装糖果店吗？无一点，因为我这边正大所在菜市内底嘛，我在卖糖啊。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没看过没啊，可能要找找看，因为不一定，因为我是可能要看是哪个市场吧。阮兜是伫庙口头前的菜市啊，迄种。庙口头前啊。有时阵有一个菜市啊是伫庙的头前啊，可能大家拢会伫遐，所以遐就有菜市啊。过年的时阵就有糖好买。系啊。可能爱譬如讲北港的迄个妈祖庙，阮兜拢是去遐买。啥物拢买有。一条街啊偌长呢，足老力咧。对。啥物拢买有，你要食糖啊，你要食饼拢有。系啊，嘛有迄个平常时啊，另外食肉丸啊，食啥物拢有。系啊。所以去遐反正找有这。应该是会。过年的时阵感觉比较有机会。嘿。原来如此。是的。为什么会想到这个？就是因为感觉蛮台的，所以就把它放进去。很台没有特殊的理由。蛮台的。对啊。这有迄种尴尬。就是可能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知道这是什么。就跟那个小时候不知道甘草糖一样，大概是这种文化特色。甘草糖我倒没有吃过甘草糖也是恶名昭彰对。安怎讲？我无食过，迄敢好食？歹食。米加糖，有人讲米加糖。歹食。X 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现在正在搜寻，我好像不知道是什么。好像英国吗？还是欧洲？好像。欧洲那一带。我有吃过超难吃的。超难吃吧？有一些人应该知道，就是在我那个到异世界转生成宝箱怪之前，我的血缘上的爸爸是欧洲人，他超爱。我超恨。他就跟我说很好吃，你吃吃看，然后我就。看来甘草糖真的不是东方血统能吃的东西是吗？就是有一股很怪的味道。对，它味道超重。我今麦查到2种红色的跟黑色的，今麦是讲哪一种啊？应该是黑色。黑色应该是黑色的那个。黑色较多。不知道哇，黑色就是很恐怖啊。真的很可怕。对。我连搜寻它那个自动搜寻，它有直接甘草糖难吃。救命！好，我
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立起挑战哎。对，太难吃了。在台湾刚没有，应该嘛是有啦，但是应该网络上有吗？应该是没人被背啦。的确，网络上都买得到那个泰国进口的蚂蚁跟蟋蟀了。我想甘草很简单啦。我也买过哎。真的，你吃过？有啊。你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我吃面包虫跟蟋蟀。哇！面包虫怎么样？跟小七有共同话题。对啊，好突然哦。就有一年好像是快过年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快过年了，要特别节目表演吃蟋蟀，然后结果我觉得超难吃。啊，蟋蟀呢？哎，所以现在剩一粒豆酸没吃过嘛？哇！听说我都喜欢虐待我的朋友。哇，拜托买。到时候再说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也被问到了。你也被问，我也被问到要不要吃手虫了。那时候是你留言是不是？你在推特留言？也是。然后也有私下来问我要不要吃虫虫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礼物都这样哎。我不介意啊，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有机会一定。在我们这样 DM， 这个完全就是请伊里自由发挥，然后比较不重要，挡住我自己好了。不，而我的台大家看我的脸看很多了，没关系啦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用最上面好了，因为我这个 DM 也是找人家的 DM 来看，然后想说 DM 要怎么排版比较好，我就随便找了这种类相近的排版，因为那也是人家就是示意图用的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塞，然后上面先塞一点奇怪的东西，然后下面再放我们那时候小千还没有进来，我们就先塞了我们3个的元素在里面。那个猫咪饼干四舍五入算是小千的元素。对耶。对耶，好像可以耶。如何呢？哎呦，你等一下那个冰箱上面还可以再把小千连进来。对，这真的是默默中那个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注定的，真的，就是爱一咖喱，人家住后对吧？然后上面的猫咪饼干，我是那个猫恩大战争嘛，大优惠。但是他我发现他写6周年纪念，我刚好也6周年。哇，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哇，太强了！缘分，哇，在一起他是缘分呢，好神奇。哇！然后另外一个猫咪那个，因为我想说直接用他们游戏的就有点太直接，我怕被告。所以我用的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Flash 时代有个猫咪战，真的叫猫咪战争还是猫咪打架的，它就是用奇怪的英文字做的猫猫，然后可以互相对打那一种。对，然后这就是。抱歉，我年纪比较大，对不起。我只是见识钱包。我先找一下那个猫咪格斗啦，它叫猫咪格斗，我找它的图给你们看。我先贴那个脸我有看过就是那个猫咪的脸。对，然后他们可以有不同能力可以来打架，好酷哦！马上找。它真的很好玩。我以前刚接触电脑的时候都在玩这些。完蛋了，我好像玩过。耶，我同伴了。好酷哦！我找到有玩影片。对。然后这就是猫咪的部分，然后左上好乖，大家不用说，不言而喻，应该都知道是哪一个。但是因为它的商标是圆形，我想说还是差距多一点好了，我用方形。变得像那个春联那样子吗？对，我想说，因为 CSP 旁边就是画圆的跟画方形的，我想说，圆形已经他们用过，那我用方形好了。右下那个是你。对，我因为想不到要画什么，就直接先偷塞我自己进去。
而且我下面文字配的是经济起飞。哦，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。好，老板经济起飞，没关系，我也可以一起被挡住。对，我也没有先问你，哈哈，好过分。对，我差不多塞了经济起飞。哦，等一下，你是戴那个他的帽子吗？对，我戴他的帽子，希望不会被告。都不会被告，我已经画得很歪了。好，然后右上角的话是某著名美国动画，就是有一个，嘿，我冇看。有一只变形的狗啊，甲一个13岁的查某囡仔，13岁，就是做，伊原底是13岁，不过有大汉，有大汉，差不多，嘛应该15、16岁。啊！我想讲糖啊，我头一个就想到伊，啊，直接囥起来底。伊无画面，就是惊去互伊告。对，嘛是惊红哥。有人问这个牌子的好乖可以放电脑旁边吗？会不会变成你以后的周边啊？我怕被告。但可以考虑，毕竟自己也可能是绿色，所以可以的。有机会，我再想想。好，一直饮是，就是饮料，然后我就想说把我自己的名字放进去，因为我有一个做料理的 tag 叫一直煮，然后想说，我自己要换的话，就只能换这个吧，就是弄得很像那个健康饮料还是什么营养饮料之类的，就放进来了。我突然发现，如果你硬要的话，你所有的 tag 都可以，一直画，一直煮，对一直笑，一直开台。不过我画的是用一笔画啊，对，对，所以我的谐音还蛮好写的，我真的是没有想过，居然会有这么多发展可能性。好，这插头牌昂啊变应该蛮明显的。哎呀，其他录山虽然讲我为了淡薄歪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好了。为了高追啊！我想讲这敢若迄落人外口做的，迄落手工做的饼，啊有外形较高水的迄款，是类似姜饼人的概念吗？对，有点像姜饼人那种造型饼干。一个300多块嘛是小可贵呢。哦，因为伊内底偌济地，迄落差不多。而且伊是手工的，所以较贵。我就是咧讲落山新价足贵，结果唔是啊。落山新价本来就足贵哦，这免讲，大家应该拢。我唔知呀。还以为他要说，因为里面有本人之类的。哇！是那个什么吗？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，但是昂啊饼来对有昂啊，昂啊饼来对有昂啊，哦，那就是吃到木屑吧，会被客诉。这一定是厂商的疏忽。然后最后就是批发蜡烛糖，我这个承认我自己有点没梗，就只能讲，我是要咱哪会有啥物物件通放咧？想啊好啊，想啊内底放啥？规起放60块啊！哦，那想啊好超像。哦，对，有临摹一下。Yep， 然后再一个就是下面的价格，我偷塞我们大家的生日进去。哦，原来是生日，我自己没看出来。我想说那你看都好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就是要这种反应。我其实偷塞大家生日进去。我 X 跟我公开过。虽然讲这听起来有淡薄变态，因为我是家己吹到的。感觉淡薄是的，我在做图的时阵有甲恁的迄落。Twitter 拢有超过100，哇！我们戏都摸出来了，有点抱歉，但对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术用途。难怪我刚刚就想，右下的2个怎么特别贵，然后就是因为一方面要配合那个数字的价格，我要把那个量再稍微拉大一点点啊，然后再来就是。我想说，就是把大家元素，我们自己元素更融入在里面，这种感觉。
所以这部分我想得很开心，就是我自由发挥，然后我又想把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塞进去，这样。赞呢！确实，有时候想一些细节真的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一直想细节是蛮快乐的一件事。想的过程是快乐的，产出来的过程是有点痛苦的，有点难过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算是冥冥之中注定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对，我们的场景的部分是落山来画的，然后这里面其实细节也很多。我可以问一下这颗蛋是？就是我想讲天崩那是两只。一两人应该就好笑的，就是 for no reason，no reason，no reason why， 没有特别的意义。让我想到，好像以前有一种玩具是什么黏手，就是对，有手有脚有球，你们有把它丢到天花板过吗？有啊，然后就黏住拿不下来，一直黏在那边。然后直到大扫除拿很长的工具才把它扫下来。请问伊库森的那个是到现在还在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丢上去以后，我爸就很生气，把我骂一顿，然后他自己把它拿下来。很厉害。那个我的黏手到现在都还在那里。真的也黏太久了。在我老家。哇，感觉，因为 Ducky， 一根 Ducky 做过来，应该是啦，它直接融入成那个天花板的一部分了。这个蚯蚓一下，其实蛮恐怖的，跟那个日本怪谈一样。没错，然后可能过很久以后就会流传一个都市传说，什么暗夜里天花板里的手，很刺激。然后我们还有蛮多细节的，请问这一颗是伊犁吗？是啊，看起来有点，你是很热是不是？我要欠光，爱家己压水啊！迄时阵就是咧开讲的时阵讲一支草一点露嘛。对，我讲应该是我伫咧流汗。喷水啦！你伫咧互家己压水啊！对，这就是咱一支草一点咯，是安尼的意思，还有我们这个，我想要问呢，就是一开始伊克森还没有加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贴了一根茄子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讲迄冰箱空啊，通常咱毋是拢会伫咧冰箱大物件，药啊！毋是有迄大金蕉诶，毋是有迄大金蕉。我想讲，我袂使大金蕉，我惊去有割。对，淡薄危险。我想作品叫 comedian， 找一个形较共诶，就桥啊，系啊。我学着较早笑亏，那金蕉跋倒会变啥物？变桥啊，因为乌青去。对，我想到甲金蕉相共诶，头一个想到在桥。我想到小翔的笑亏是迄个，想到啥？迄个欢乐会若是一直头壳上会安怎？也烧起来，烧起来了后伊会变棉花棒会包起来。好烂哦！你得较早用伫迄早灯店诶，不要来笑亏。咱这册读内底嘛做这物件，这个其实很细耶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啊，这其实，灰吉丽奈熊哇，我头发福利，对，没看到等下就没有了。哇，叫大家扎起来。爱真就看，专心嘞，考验大家。哎呦，来，这册名嘛是做这册名是灰吉想的。对，因为迄阵我讲想要放一寡册，
啊，落山就问讲册名爱啥咪名，我就想一个，就发现好像小时候那个学校的书里面就有一本叫什么《10万个为什么》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蛮好笑。10万个是安怎？有10万个是个安怎啦？10万个到底是个要安怎？对，这个蛮细的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？其实我唔知影讲，伊迄游戏开出来敢看会到，应该做会看会到，因为我用电脑算。手机啊，应该你等下，我来先看看，因为我手机啊会，我要做手机版呢。一开始其实是说想要上到那个 Google Play， 对，但是后来那个发现创作果酱是说要丢到itch.io。我就没有输出手机版。之后应该会把 bug 修一修之后再丢上去，但是因为我现在街访缠身，所以要等一下。好，这本我很爱。10万个到底是个要安怎啦？后又是安怎？很夸张。我为着要把这字剪落，真正是。一直缩小，结果嘛是爱两抓，他加在这本册本来就画较高，加在，你这个书签是，就我很好奇那个书签，迄阵我咧画的时阵，咱拄好装了迄个白龙尊的摆我想讲，唔知影要画啥物，就凊彩加入去。系啊，我边顶悬带嘛是伊利甲梁尊的爱情故事啊。这个应该蛮明显的。我迄把刀尔，我是讲我那雄雄伫顶头呢。你出现2摆呢，一张啊，个一张。哇，赚掉，都想赚。哇，赚很多曝光呢。虽然很糊，但是其实很明显。对，我还在想那个绿色的部分是什么，我现在懂了，就是龙船。我们之前在火蛇端午，它的封面图刚好那个龙舟的脚刚好放在我的下巴，就是这样。龙舟的脚刚好还是皮肤色，对，然后很像在对我调情，对，霸道龙船爱上我，对，有点没有必要的前情提要，但就是有这种奇异的巧合。我们龙刷画得非常快，直接在他的推特又发表这一张图，有兴趣自己找，没有提供链接，自己找。但是这是一阵仔静静啊，可能爱找一下，爱找一下。对，过来这冰箱会当拍开哦。是的，拍开的安。内底，内底还有一本册。我知影你偷偷放物件伫内底。大家看这本书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真的是怎样？这是封面，这是什么？赶快出来，我画下。用卡刀文书嘛，在刚刚应该和我跟阿慧有关系。对啊，一个紫色的，然后一个草的形状，绿绿的一个方形，红。你就让他看这种一下。我以为跟解谜有关，我还看了很久。对啊，这个游戏有一个很棒的特色，就是大家都塞了一堆有的没有的，所以你都不知道那到底跟解谜有没有关系。是没关系。这有部分是我们的主轴，就是要塞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对，一部分是让大家塞彩蛋，一部分是干扰大家解谜。对，但其实谜题真的很简单。对耶，这个忘记讲哎，就是一开始那个谜题的，不是谜题，一开始那个密室的名称我就取叫什么歹戏拖棚密室，然后我就想说塞一堆那个密室游戏、密室逃脱游戏不该有的东西全部塞进去。对，然后就变成要素过多。没错，就是要素过多。对，那这个我好像也可以讲哦，就是我到底具体塞了什么？我觉得很不应该的呢。对，因为我自己蛮爱玩游戏的，所以我会偷观察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很不应该的。第一个就是搞不清楚哪些跟谜题有关，然后有一些就是没什么美感的，单纯为了烟雾弹而烟雾弹的。
对，故意塞这种。我有放啊！我会想要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们也只有1个月，然后想说1个月内要怎么让它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呢？就是灌水，没有意义的灌水。对，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最得意的一个设计，就是所有的密码锁都是同一个密码。啊，对，你安尼还未算过的朋友，不可以耶！怎么现在还没玩？大家现在可以还没玩的快去玩。对。嘿，今麦你知影要安怎算啊？攻略已经透露出来。应该用讲出来啊。讲出来。然后秘密应该好出来啊，会当算啊。应该卡关的朋友得到一点拯救。可是那边我已经过了，那没办法了。还是你要在这边问？好。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比较？这个也是跟那个伊里的犯罪行为有关。对，我很抱歉。就是，这条道，我先说，我足久以前在讲，足久以前用诶。解密没有关系，完全没关系，就是介绍大家。我这张图有法度敲出来，我真正是惊到。这恐怖的哦，恐怖的。这张图是我也袂晓台文的时阵做的图诶。对，真正足贵。对，因为迄时阵推特内底拢是拍华语啊。可是我刚认识老酸的时候就已经都用台文了，那你也台要老顾静静，不告顾，不是 Twitter 要翻到那么下面，其实很困难呢。会吗？会啊。哎呦，抱歉，职业犯罪分子。I'm so sorry。哎呦 ，I'm so sorry. Please don't sue me. My God！ 我喜欢病娇 BL 的朋友可以多关注是这样子吗？赞欸！我不太对，我感觉我会犯罪，但我绝对没有犯罪行为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大家不可以这样对自己的主播哦。对，大家要自己小心哦。对，不过其实。就算这把图其实有出现过3摆，重点是我更唔知影到底得3摆，你还比较清楚哎，真的是我，我家己拢足久无看到这张图啊，好恐怖，就跟他时代秘密通，我囡仔发现到，超怪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自己突然变得好恐怖的存在哦。那这个好像就还好，因为是最近有放出来的图，没有那么恐怖。对，我会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啊。那我看看，然后再来是伊里的。为什么你在地上哭啊？因为这是我之前自己画，就是用手机，就是那时候刚好生病吧，我就想说发个文跟大家请假还是做什么，我就直接用手机画这一幅，蛮可爱。然后我也没有像大家这么多的3视图，就直接简单的放自己的形象，然后在左上是之前用拼豆拼出来的。有考虑做拼豆周边吗？有在思考。感觉可以卖很贵，因为是你自己手做的。那个原料，对，那个原料还蛮好取得的啦，就是爱迄个钢钱啊。钢钱，我也先学钢琴就好。要对自己的价格有信心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这个我们那时候就已经，那时候小千来其实刚好2.0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好那个进来的那一天，好像刚好就是2.0了。好像是哦。就是刚换新一中第1天还是第2天吧？对，就很刚好。然后说，形象好像有点不一样，然后找一下，
哇，原来只是最近的事情而已。还好不用让你翻到很前面。对，其实我还是有翻到很前面，但是就看得出来，因为比较多都是其他会师画的，我就不太好意思放上来啊。然后这边放的都是大家自己可能跟形象比较关，或者是自己做的图这样。对啊，我发现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大家如果看右半边的话，就是伊利有归纳一下大家平常在干嘛，你就知道他其实真的是都翻遍了。真恐怖。我会吗？没有啦，我有点害怕。代表你很关心我们啦。对啊，就是其实有把大家的特征整理出来，然后画灰线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我觉得重点的部分，没有错。够用心的哦。然后最下面的小字是我的感想。好像什么观察记录哦。对，观察记录。其实我一开始原本想要在封面写观察记录，真的哦。对，它原神其实真的是观察记录。对耶，是不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封面？哦，对，可以。不过我发现小千的3、4图有一个蛮细的细节，有需要。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也吓到。我有点想问你，就是你放出来是要给大家二创方便吗？你是说红内裤的部分吗？哦，那个是为了打麻将，所以是红色的。那个其实是会师就帮我决定的。对，会师要这样。他就说打麻将那内裤一定是红色的啊，然后就这样画下去。谢谢。不是，我以为打麻将的红色内裤可能是4角，然后上面有一条金龙这样子，或者上面有发跟钟这样子。其实只要红色就可以了。只要红色也可以，丁字裤也可以。对。谢谢伊犁的分享。你是都穿红色的丁字裤打麻将哦？我没有。好，突然觉得还好，现在没有太常打牌，不用到这种程度。OK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封面。完了！我现在想起来，忘记放小千，我很抱歉。对，因为开始只有我们3个。我是在想起来，因为我那时候加小千是只有想说介绍页的部分，我忘记做封面修改。我刚刚说到给大家看封面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想起来这件事情。今晚在画痕哦。哎塞，可以顺势把它改成观察日记，而既然都要改的话，可以，太好了，可以，我等等就修改一下，马上上传。下次更新有好多可以更新，太好了，耶。然后那页的右下角是大家的那个 YouTube 频道，可以扫一下。没错，大家就是可以打开游戏扫它，或者会看那个。现在这边，对，现在这边扫它也可以。对，还没订阅的，快点去订阅。对啊，好意思，不是，快点去订阅。不一定要用扫的，其实那个我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标题有 tag 大家，所以直接点进去也可以。对，可以。数位跟踪日志，好像没错。对，也是啊。我不知道要配合还是要爱惊呢？也是能就拢来啊。对啊。淡薄啊恐怖，但是个淡薄啊配合呢。我懂。你直接听爱听的，直接得下。我喜欢同时让人感到恐惧又感到敬佩。哇，你喜欢力量的那种握有力量的感觉。我被权力腐蚀。这个门这一面有什么特别的巧思吗？披萨是怎样？披萨地方很能是同款的意思。就是更好吃的。就是想讲，平常时涂骹应该不会有披萨对，放一个披萨底下。就是安尼呢。这好最黑的啦，在地美食。对啦。对啦，迄两就是天顶的美食安尼。天顶的美食。天顶的美食。食物应当天上有。对。哇，
这其实也算是藏了一个你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的梗，对，有一首那个我之前有写一点点东西，就是短短的歌，然后有一首叫做蛋黄的 rap， 有少部分人可能听过，对，然后里面确实有一段好像什么赞美蛋黄，像古人崇拜太阳，对，真的是天上的美食，哇！陆双可能唔知，有我有听过你迄条歌，迄足久啊，嘿，今晚我甲摕落来看无，我喂，你已經睇落來啊？可惜，我是想講，我為了叫，跟為了能，哇，我這擺是加刺過哦，真正加刺過，加刺過，迄壁頂管我就畫一個青色的人，就想講，互大家知影講愛為遮出去，但是我無想要畫，就是阮平常時看到迄 pose， 凊彩畫一個 pose。你看起來真辛苦呢，這人。但這是我挑工畫出來物件，恁無 get 到，要安尼就對。這個青色的人。对啊，我原底无学到，伊是因为就有些紧急出口会有那个，我没有 get 到，我没有 get 到。我想到可能这个就是紧急逃脱的那个小绿人。哦，对不起嘛。哎呀，每次跟陆山联动都心结。嘿呀，对爱安尼。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啦。哇。我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那个披萨怎么不能剪了？然后我就一直点。这就是要素过多的，就是有人的一定要尽量这烟雾弹很多，如果可以捡起来，可能会更困扰，就是你会以为它在某个地方有用。单纯来占包包空间而已。没错。哇，如果包包还有限制空间，也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什么分？这很硬了，这太硬了。我看一下还有哪些细节哦，这个我还蛮爱的。这个我也大家可能大家家里有吗？我就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是跟谁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表单里面有示意图。哦，对。火蛇放的那个图啊，是我们家之前用过的，完全一模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我潜入你家拍的。对，我应该是在在 Discord 的那个讨论串里面看到，它外形根本一模一样，我真是吓到，他说奇怪，我家以前书桌怎么被你看到了？对，怎么会在这边？偷偷去恁兜偷翕的。对呀。哎呦，恁两个人啊，拢有这种。你是跟我讲，免偷偷来，你哪讲一下，我就给你100啊！直接拿钥匙给我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喂，哇，好巧哎！好啦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我就想说，这密室里面就塞一些就是很台湾味的东西，那我觉得这可能大家很多人有这个，都拥有这样的书桌。挺棒的。我知道，陆双藏这个咖啡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。其实因为我爱啉咖啡，不是因为我爱啉咖啡，所以放一杯来啉。是因为阮两个拢爱啉咖啡啦。对，我也喜欢喝咖啡。哇，水，又预测到了，对哦。但是我不能喝咖啡，你会嫌弃？不要跟我互你啉水啊，我压水。我压水就好，他很需要。对。然后这是陆山吗？嘿啊。这只鸟咪是。鸟咪是伊哩。因为陆山当时时阵讲会使伫咧壁顶放一寡物件。嘿。我是讲，敢会使用迄个鸟咪挂着一条锁仔顶头，讲 hang there 还是 hang up 还是啥物，就是较过来。放掉，对，无写，结果变做无写礼貌，无要紧，就是变做一只鸟嘛，结果水。袂记写你啊？无要紧。
这也算是预言了，又预言了。哎，黑猫的加入，只是不是黑猫。猫对了，但是不是黑色而已。嘿，哎呀，我想讲要画乌的，但是我惊乌的看不啥清楚。所以你有没有想画黑猫啊？系啊，肤色嘅鸟，较无遐简单看到。系啊，现在叫烟枪呐，阮兜讲烟枪，这是烟枪哦。系啊，对啊，烟枪，阮兜是讲烟枪，就是甲迄披萨甲迄人是同款的意思啊。世界拢有食的。对，感觉这房间会长蟑螂哎，不好吧？是养嘎的房间，真的是养嘎哎，原来是养嘎哦。就是差不多啦。我还有什么？我听见确实啊，有那个哎，我自己觉得也是蛮好笑的，算好笑嘛，就是有点可怜，但是还是蛮好笑的。我们先讲好笑的，这个又是那个伊利的谐音梗。对，我在每一个所其实都有放谐音。对，对，这个哦，索雷米欧是意大利的哪一部忘记了？反正就是歌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的意思是我的太阳啊。对。哦，Sole 就是太阳 ，Mio 就是我的。你还会意大利语啊？对，就是简单的文法了。好强哦！厉害。这个是日文，然后我在那边想很久，什么意思？我想讲这是什么？那一条歌诶，这是一条歌诶歌嘞。哦，对耶，日语也有那个 Sole 跟 Mio， 但其实就只是那个哦 Sole Mio。天哪！好，然后就是你说就是想说想很多所，然后一定要台语的话，所啊，不是阿兄因某，不是所，这敢若无啥人会知影。我想讲，敢有较别款的，哦，所咧咪哦啊，拄好呢。而且迄咪我是后壁就想讲会使放迄物件咪啊，或是共音啊，就直接放哦所咧咪哦，就是有把物件收掉哦。我觉得这个比那个阿兄因某的那个色更难 get 到哎，我觉得啦，我没听过这条歌啦。可能不是大家都会意大利语啦，拍一些，我是说太常出现的耶。但是好像在我的音乐课本里好像有出现过，但是大家可能音乐课也被拿去上数学，所以没办法。对，大概是这个。接下来要放这个图，好像会剧透哎。就是加分吗？最怕剧透的就是角色死掉嘛，这个锁如果死掉，就会变啊，超可怜。我想过，就是因为有说锁要剪断，所以我想说可以怎么诠释，就想说让他哭好了，很直接，跟子伊卡哇那个作者的想法一样，最喜欢看他们哭，就让他们哭吧。我可能要伊里是这种人呢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伊里画那个受虐的图都蛮可爱，包含他自己。受虐。对啊。然后有个专有名词，受苦的吗？叫什么可爱侵略性？哦，可爱侵略性。看到可爱动物就想把它掐爆。我是不会想要看，我是不会想要主动掐爆，但是想要看他们哭而已啦。也蛮变态的。算了，我觉得这个是。另外两位你们会吗？不会啊，怎么会突然想要看别人哭？又是可爱侵略性的，就是如果看到可爱的东西，会不会想要捏一下之类的啊？哭是不会。我应该，我是看因哭是嘛，我嘛感觉就趣味的啦。有无？牛啊！那小看，知影伊哩的感觉，但是我感觉我无伊哩遐尼
凶。我这拍什么？我看凶口，我看变态，变态，但是讲我变态较歹听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都算较有礼嘛，我感觉无讲啊。你用直接讲诶，我用直接讲诶，无得惊诶。是。然后这个也是谐音梗。这次是日文了，这次是日文了。这是日文。对，先别说，我想说考一个。有啊，我有想到。这个有。そうです。然后这个也可以让他哭，大家有要看。他的夸姐啊，又蛮可爱，看起来好痛哦。然后，而且刚好它的转盘意外的很像牙齿，就是无心插柳。我也觉得很像牙齿，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像那个嘴巴，就是那个牙齿依起来的感觉。对。这个还蛮无心插柳。原本想说那个转盘部分就不动。这里有个在忍痛的感觉。原本想说你说要放数字上去。对。你说对，你说你要放数字上去，我觉得那边特别就是用白底。然后结果变得很像在咬牙忍受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缩图变得有点狰狞？有点吓到啊！这个我也没发现是日文可是你刚刚说是日文，可惜没考到，本来要考Xen。对，然后我想想哦，对。然后这个刚刚讲到那个放数字，就是有对你们比较抱歉的，就是我没有想到，我实际上做那个就写程式部分其实花蛮多时间的，所以有一些原本想做的细节就没做到啊。我们原本的计划是那个这些密码锁每个都可以打开来独立输入密码，对，但是发现有点做不完，就后来没有做这么细，也蛮可惜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比较就没那么奇怪的梗了，这比较正常一点，虽然也是谐音梗。对，是谐音啊。对，宝到不行，不是较早有这条瓜，对，我的是写的这条瓜。这我不知道。有人把那个自己找，他是也算是影音创作者，但也是十几年前，快15年前，十几年前，然后就是拍影片，然后因为是那个 African American， 所以他节奏感很强，然后就他把介绍影片直接变成混音成 mix， 直接成一个很像音乐，很酷。我查了之后好像看过这个影片。有找得到，但我没看过他中文翻译，我不知道他叫宝到不行。对，当初翻就是有人翻成宝到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有部分是想到这个要素。我们背面有长梗吗？有一点点。我知道。有非攻即时，应充分加热。对，这个很经典很经典，很常看到，必须得放啊。然后上面成分，刚来讲，对成分我是真的去找那个微波汉堡的成分有哪一些。前面是在认真，但后面就开始想说好累哦，字好多打不完，然后成分表到底要怎么打，那个热量、营养成分标示好累哦，然后后面开始放飞了，大概还有工人的汗水、农民的汗水、猪猪跟母鸡的泪水。猪猪跟母鸡的泪水好可怜啊！我已经有点放飞。我发现制造商也有长梗老人会洗聘。YT 线火车是竹信路92巷9号。哇，又是我的生日吗？哇，是的，没错。现在大家知道我是92月9日生的。92月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沙有出现2次？问就是我不小心放错了。真的出现2次。我真的也没有发现。彩蛋。对，然后这个有2个版本，有另外一个有条码，就是有一个是有2个条码，一个是
我看一下我更新之后是哪一个版本。我可能只有下载到其他啊。等一下哦，我来看一下。因为我的东西我都有放条码，几乎都有放条码在上面。条码然后大家现在这个条码扫进去是火蛇的推特。另一个版本是中间它那个包装粘合的那个部分，还有一个条码。开那个 Drive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其实也可以直接丢上来。好啊，比较快一点哦。等我一下哦。没问题。就是因为我们火蛇有讲，就是有提到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想要在物件上面塞跟台有关的，我就再加一个，大家可以来扫看看。然后中间条码可以扫看看，我花一点时间跟花一点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来换一下图。好，是多一个条码在中间的。然后沙拉油仍然出现了2次。对，沙拉油我还是没有改掉，我真的是忘记。彩蛋问就是彩蛋。彩蛋问就是彩蛋。对，这个可以扫我来扫。对，真的都可以扫。我有尝试过，如果确认可以，我就直接放上来。哇，我手机该不会不能扫这个？普通条码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。是我的手机。我唔知影手机可以当扫。其实我是用迄落较早以前还伫的时阵，毋是有迄落翕相机会使翕迄落做啥 QR code。嘿，我用的迄落 App 内底嘛会使扫这种物件。应该是内建我是直接用那个类似 QR code reader 或者是那个 barcode reader 那种。好，我来看看，看一下 Line 可不可以，因为我没有试过 Line。Line 的好像不行，那只能用那个，大家自己去下载那个 QR code 扫描器，就条码扫描器就可以来扫了。那个大家如果等一下来不及扫，也可以在补档的时候扫。没错，我是用我自己的那个，我是 Android 系统，然后它其实扫都扫得出来啦。我的有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答案留给大家去寻找。可是好像有点跑掉，它的文字的读取好像有点跑掉，算了。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，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吗？再来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梗吗？也是用现有的产品来去做变化。那个采用人造棉花是怎样啊？我在偷笑。谢谢。我们来看。我在偷笑。然后这个，它的品牌名称，我是有想说换一个比较可能大家熟悉的名词，就是类似的。确实好像很多都是结构。好。然后 QR code 得当死。这 QR code 嘛，买是在看买节。是什么？保存期限，我没看到保存期限其实卫生棉也是有保存期限，我在那时候找成分跟那个什么，就是产品背面的时候有看到还蛮多，就是也是他们通常都会标那个保存期限这样。你说标示于包装上，但是包装上没有是制造日期没标到制造日期我是想说放在下面，但是它就是我懒得画。在底下吧，底下。对，它在底下，但是我懒得画。只是没有。然后保存期限我是有放上来的。合理。
很用心。然后谢谢，太厉害了。然后下面的横行条码应该也是可以扫，照理来说是可以扫。然后QR code 也是我稍微塞一点东西。然后那个网址点进去也是我们那时候那时候就我们3个的推特会诊的网页，我还真的就是去找那个要怎么把连结放在一起的方法。对，蛮喜欢雕琢细节的。对，就是我很喜欢在很没必要的地方塞有的没有的东西。我感觉很多创作者都有这个问题，包含我。就是要的东西太多，然后要放就很难放，很爱塞细节，放不下。对，放不太下。我发现你先。好，我想说，原本制造商，我想说要不要也继续用那个老人会，想说还是比较好，让公司有就是让什么公司该做什么事情就好。有没有在偷臭的感觉啊？这个。没有，就是单纯想说让公司分开种类比较好一点。好。你刚才要我只是想到今天其实有一件比较可惜的，就是我们主要都是比较能跟大家分享细节，就是图像的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就是也没也就是我不知道1%你有没有什么音乐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细节？就是那个一开始好像有说想要俏皮的音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俏皮风格怎样？好像也有说要悠闲或者是俏皮风格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悠闲的音乐我比较常做，那我就先做一首悠闲的。对，然后悠闲的做完以后，我就又想到，对，还有俏皮，可是我不知道俏皮就是我在音乐意思，然后我后来就写了一首我自己想象那个情境，就是在森林中漫步的那种轻快的步伐的音乐，可是殊不知我们是在密室。对，就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，其实这首歌是很户外、很轻快的感觉，殊不知在密室好多。不要紧，我们是惊那种恐怖的，加花艺，花艺，对，就很欢乐的一首歌。哇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先。一开始伊迄电动拍开的时阵，是有一块糖啊，伫咧遐咧，伫咧飞，配迄个音乐，我感觉真正是足古锥的。对，那个糖果飞也是后来加上的，我就想说，可是有点照着音乐的感觉去想一下，可感觉如果图都不动蛮无聊的，所以就加了这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要委托别人做 BGM 的时候，话要讲清楚一点，不然很难发挥。也没有到很难发挥啊，就很怕我做出来的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之类的，通灵失败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很符合那个感觉，就是虽然我们轻快，对，因为时间很赶，所以就是能拿来讨论的时间真的比较少，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有那种梦回 Flash 时代，恢复了那个是一个可可爱爱、轻轻松松的，而且1%做音乐好快哦，我觉得啦，对，真的很快，就是刚进来就马上出一台，对，因为那一天第一天进的那一天，我刚好睡不着。就那个时候我进来的时候，好像已经11点、12点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睡不着，得写一首，然后写完可以去睡觉了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2、3点吗？还是几点？有看到，好快啊！对啊，应该是刚下的下哎。哎呀，那先生呢？我们想要，特厉害。我们想要，就是想睡觉的时候，不是不想睡觉的时候，灵感最多的。真的，我也会，我也是。对，我想一下，然后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第2首是隔天还是？好像隔了1天吧，因为我忘记我
我忘记我隔天是有什么事，然后就没有写，所以就再隔。哦，但还是真的超级快，对啊，超级快，好羡慕，就劲哎，很恐怖，你出产作品速度真的是快到一个很不可思议，好厉害。没错。好，那我有准备一个尖锐的问题要来问大家。什么？原来有这种环节吗？没错。请问大家之后还会想一起做游戏吗？啊，会使啊，出名要学习画虾，对啊，当然可以的哦，一起在做俏皮的音乐。我应该也是不会做恐怖游戏，因为我自己也蛮怕。来听。但小千的音乐真的是很舒适，就是他第一首出来，我就觉得情绪变得很安稳，因为那时候还在画图，然后感到有点心功会抖。你直接拿来当那个作业 BGM 吗？就是稍微也没有到作业 BGM， 但是听完之后觉得我好像缓和好多。再跟小薇啊，再跟小薇啊，我要差不多后来困。适合睡觉的音乐。是的，对，真的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把那个游戏打开来，然后纯听音乐。对，就是开头那个，就是让我非常安定的音乐，好可爱，好舒服。你的糖啊，那是无开始算，你的糖啊会一直安尼飞啊。哦，伊其实后壁个有呢，无我开互大家看。后壁个有，就是伊毋若糖啊，伊后壁会有别项物件。爱有耐心的人才看得到。对啊。这算是彩蛋吗？这算是应该可以，放了没人在乎的细节。对。可他跑蛮久，他那个糖果其实飞很久，好像要飞个5分钟还是多久才会？我们就开在后面给他跑好了啦。我发现我异色了，等一下。你异色？我糖果异色，就是颜色涂出去，拉太近了吧？放太大才会看到。被发现，我做法失误了。这是彩蛋，这是彩蛋。哇，忘记检查了。无放遐都看袂到。对啊，哇！然后糖果飞完，等下就会有螺丝起子飞来飞去。我好像有看到螺丝起子飞出来过。那你放蛮久的，就是刚好下载下来，然后想说边弄其他事情边等看看，然后结果不小心放太久，螺丝起子跑出来了。对。哇！伊藤绿茶说那个异色，那不是异色，那是糖浆啦。融掉了。有道理。啊，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锁。那个一字锁，我以为会在那个游戏里面看到。啊，对，这个也是对不起大家的。对，原本有一个一字锁是坐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。就是多层盒子里面，然后换一下图。好，应该是因为我写那个需求的表格没有写的，有些地方写的不是很清楚。对，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就这个只有1码的密码锁。也是因为那个，我想说这个游戏就是要做一些密室逃脱不该做的事，比如说1位数密码锁，因为你只要从头按到尾就会暴力。对。应该是因为我列需求的时候重复写了，所以一做一个单独的锁出来。没关系，我在这个是锁，自己的锁，对，所以我叫尾只叫啊，几色啊？一锁我的更巧啊，那个麻将的小鸟，对。就是一致的锁，就直接放1锁吧，然后1锁，鸟鸟就放上去，很可爱啊。但是这刚有用的，无，icon 是1锁，1锁，这电动 icon 是迄个1锁啊，对 ，icon 有塞，对，没错，我想说。没有用到，蛮不对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塞在这种地方。就这样，不要紧，我看到就会塞，看到都不要紧。那个麻将的元素也算是预测了1% 的加入嘛。
你好，我想一下，能算吗？然后这样我好像是小千进来，说好像是小千进来画的，好吧？因为真的是摆蛮后面的啊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还以为怎么那么厉害？大家都在通灵，大家开始在通灵，但好像没有到这么的。来了，螺丝起子飞出来。哎呦，都来吧，来啊！对，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就是放一些东西飞来飞去。没有错，毕竟是还蛮放飞的一个游戏嘛。真的很 chill。对。好，你们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合作，你们有没有对阿慧有什么不满呢？好，怎么突然的不满宣泄？我是没有什么不满啊。对啊，那就好。马上喝恭维啊！马上喝恭维。因为托人拢找有人啊。对啊，不会熊消息的呀。对，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。就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跟几个同学，就真的蛮怀着那个热情想要做游戏的。我还会翘课去讨论哦。对，很疯狂哦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发现花太多时间在讨论的话，做不出东西来。尤其我们这一次又是蛮赶的情况，所以我就有点怕，就是有点我太武断的那种，就是我其实都是我蹭你们，但是怕让你们觉得我凭什么上对下，或是太武断。不，这样感觉好奇的就是你有需求，我就尽量达成了。谢谢。对啊。都靠你们。不会，没错，有你才有我。太夸张。羞哈吗？对，反正就是我本来会有点担心啦，但看起来好像还 OK， 那就好。好，那大家不知道，大家好像也没什么太多问题想问，可能大家也没破关，也不知道问什么。卡关卡还很前面之类的。因为我都没有做正常的新手教学，是我对不起社会大众啦。很好玩啦，其实就是有成功解开过。尝试找出这游戏怎么玩，也是探索的一环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是想到有一点就是那个。因为我看到我图库才发现有需求表单里面有螺丝，然后我就真的画了4种，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它出现。这个我后来也没有用到没放，来不及放，没关系。对，来不及放，有很多细节想加的没办法。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。对，但我是真的有在想，就是以后如果不是创作果酱这种限时间的，如果是真的我哪天神经不太对，想要来认真做游戏的时候，应该对，下次会更好。感觉1个月真的是蛮赶的。我觉得画图的部分感觉最压迫的感觉，因为画图不是都要画很久啊？可是没想到你图如果没画好就不能做后面，然后就赶着要死的那种感觉。有部分是这种想法，就想说怎么办？好像图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有自己先压一个死线有压提早，说对，有压提早，然后说这段时间没有画，我真的会不安，然后就拼命画，然后就对慢慢调自己想要的感觉出来。我那时候也是，就是程式上有时候实际上做起来不会那么顺利，会有一堆 bug， 所以花的时间也是比我原本想象的久，还蛮有压力的。而且那时候是大家都画好了，音乐也做好了，然后就变成就只剩我要把东西弄好。对，你就是那阵东风重责大人。真的 OK， 而且我还是主揪，我不能摆烂欸。压力最大。就因为就是你们都很用心的做了图跟音乐，我就会觉得我必须对得起你们。应该要的。我们就是你做出来的感觉也很棒。谢谢。对啊，只是对我来说太困难了，可是很棒。对，希望我下次可以做正常一点的游戏。就是提示多一点点。对，因为这
是有互人感觉讲毋知影要饲倒位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感觉很多单发起来新手教学应该。如果时间充分，可以做的认真做，不是，这次根本就没有新手教学，但是对，再来说要有，对，基地，而且很多我自己也偶尔会玩一点密室逃脱的小游戏，然后比较新的、比较认真的作品都会有提示可以看。对，希望之后可以有，希望之后可以做比较完整的游戏作品。可以。有人问问题了，之后这个游戏活动会在程序员助教那边试玩吗？这个也要问他我不知道他的规划是什么。对，他好像只有分享介绍跟拉线，就是拉时间线的样子。然后他有在推特发一下。但不太确定会不会公开测试。因为要全部玩过可能也蛮花时间。不过其实我自己有在想，我要不要把大家的都玩一遍。我有玩一些也，就是大概都玩，好像大概都有摸到一下。因为我是还没，那我可能会开台玩给大家看。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其他人的想法也很有趣。对，而且我看那个旭元的频道，他7月9号晚上会有一个创作果酱的投稿鉴赏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进去玩。说不定就是玩一下开头这样子。不一定玩。对，可能就是会玩一下。你可以看他可以玩到哪里。可是感觉他应该蛮强的。毕竟是工程师，可能蛮会通灵的，是吗？对啊，他可能知道你们的思维这样子。他有可能好，变成某种默契考验了。可能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做游戏的梦，所以我觉得 Game Jam 这种东西蛮浪漫的，所以我也想要玩一下大家的作品。好，有意思，很有趣，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。对呀，而且我觉得，虽然突然变成某种感言，虽然大家不一定以后会一起做事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伊利的图跟老酸的图都蛮适合游戏的。虽然风格就是有你们各自的特色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做游戏。对，谢谢，真的，很高兴。而且对，真的很高兴。大家都是很喜欢塞一些小细节的那种，就是觉得跟我一样，就做一样的事。对，然后 Xen 的音乐也是，就是跟游戏很搭。对，非常的切合主题。没错，就是而且有在接委托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他哦。太感谢宣传了。那一定要的吧？对，而且你也有做一些那个。这可以算 Vocaloid 的吗？就是有算虚拟歌手啊。对不一定是那个系列的软体，但是虚拟歌手的是吗？对，对。好我们干脆我们应该算是差不多结论跟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就是要准备进入结束的部分了。差不多结尾。那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来宣传一下？好，那我们从左边来好了。好，伊利茜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利。怎么说？之前是千惠华语频道。然后，对，平常的话，礼拜大概的时间都礼拜3到礼拜5会直播，然后礼拜5会有固定主题，玩宝可梦卡牌。然后再就是明天7月7号晚上9点是3周年的纪念直播，谢谢大家。3周年，对，莫名其妙就3年了，谢谢大家。伊利也是我的前辈呢。不管，你的订阅数比我高很多，我已经快1倍了。就缘分，因为我喜欢配合大家的需求，大家要我卖腐我就卖腐。哇，对，好了，乱讲话。那我来宣传一下。我本来昨天跟大家说，我礼拜1会开金曲奖台语歌词鉴赏，但我发现我看错火嫂的班表了，所以我礼拜1不会开，我礼拜4才会开。对，下次看到我就会。那这样很好啊，大家礼拜1可以去看伊利3周年。对，然后我还有什么要宣传的？好像其实也就这样了。对，那再来来请陆山。其实我较定伫咧 X 顶管，我会拍拼，
加我的 podcast，顶摆我 podcast 已经3个月进前啊，哎，拍拼出新的 podcast，看明天做听袂吼？跟迄个贵波一样，啊，那超大可怜啊！啊，你伫 X 破文拢是写台文较济是吧？嘿，写台文较济，应该是基本上拢是写台文。哎呀，最近应该拢是台文，无唔对。嘿啊，若是大家需要华语的，我嘛会用华语。嘿，拢会使。但是台文写伤济，欠朋友的，才去找落线。哎呀，做伙练习吧，嘿。嘿啊，加拍地晓。哎 ，OK，可是刚我们上面小贝啊，可以用中文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？我最近比较少开台，不过我有在接音乐的委托，不论是原创曲还是 BGM 都有接。欢迎大家，如果喜欢我的作品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想要委托的话，可以或是进我的 X， 谢谢大家。耶！想要每个月赚1万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大家可以去委托，帮他达成目标哦。大家一人一委托，让我们小仙能够每个月进账1万元。耶！发财！耶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。耶！希望之后还有机会一起做有趣的事。对啊。好。耶！好。那来日方长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说不定我哪天又突然想到要做什么，我就会突然说要不要来。好，如果手边没事，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反正就是奇怪的想法蛮多的，随时都有机会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降落到别的地方去玩吧。耶！好，然后最近因为街访系列的关系，有认识一些新朋友。对，然后我发现有人在开大喜力耶，就是那种即兴喜剧的，好像蛮酷的。我很想玩。对啊，我也蛮想玩的。我有跟那个主播联系过。哦，真的哦。我在他的推文下面有表达参加意愿，希望有机会。好啊，虽然不知道我们讲的是不是同一位，但是我发现他刚好也是现在在开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刚好今天。没错，那大家可以先笑一笑，希望下次就可以看到我在里面了。那我们就飞过去吧。Let's go， Yeah，Let's go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